數，撲佢個街700幾蚊都要開公數，係咪？咁就我哋開呢個公開聆訊，小弟有份審佢嘅 ，OK？ 審到個面都黑埋啊！我問佢點解你要收禮又要送禮？你 ICAC 唔係管我哋收禮送禮嘅咩？係咪？估你自己就收禮，佢話禮尚往來喎，來而不往非禮也喎。呢一個 ICAC 係唔可以收禮，唔可以送禮噶嘛，大佬你專去捉人收禮送禮噶嘛，係咪啊？你俾呢一個湯顯明做咗5年 ICAC 嘅專員，成個廉能政治咪崩潰咯，大佬係嘛？跟住咪出現好多貪官啦，啱唔啱啊？曾蔭權貪盡海陸空係小便宜，坐下私人飛機啊，要喺坐遊艇翻嚟香港啊，飲飲食食啊，佢一個特首係貪小便宜，佢委任個政務司長仲勁係大貪，我哋唔知曾蔭權冇大貪啦，係咪？未被揭發啦，係咪？以前係冇可能發生呢啲事嘅，所以我話個品格審查係有問題，成個制度。你諗下回歸之後，我哋嘅政務官係一代不如一代，嗰啲問責官員就狗屎垃圾，只有升官發財就沒有問責下台，係咪？做到幾撲街都好啦，佢唔使落台嘅，係嘛？你好似陳茂波恃住自己做立法會議員，兩公婆仔去誹謗人哋個漢基嘅校董，咁咪而家罪成啦，賠23萬啦，係咪？啲正撲街嚟嘅呢啲係，你知唔知啊？係咪？佢咧就好憎我嘅，嗱佢係我學弟，中學佢低我1班，低我2班。佢做議員嘅時候，佢係會計界嘅，我都覺得佢係一個好勤力嘅議員。但係你要做發展局局長，之前係本嚟諗住俾佢做副財政司司長。梁振英一上台就要重組政府架構，搞5司14局，增加2個局。一個咧就叫文化局，一個叫做科技局，然後加2個司長，財政司副司長、政務司副司長，人選都有啦。政務司副司長就係何志平，即係之前嗰個民政事務局局長。財政司嘅副司長咧就係陳茂波，就揾佢嚟看住鬍鬚仔嘅。OK， 我有一次見到鬍鬚仔，我直情同佢講：我哋多謝我啦，我拉布拉冧咗5司14個。陳茂波冇得做副司長就冇人看住你，咁你而家穩陣啦。咁佢係笑而不語，即係我講做 ，OK？ 你用呢啲人又係冇品格審查嘅，仆街又叫劏房波，又叫團地波。咁你係負責發展嘅，劏房同埋團地都同你有關，又可以繼續好官我自為之，面皮赤幾厚，係咪？嗱呢啲人喺立法會，我全部都唔會同佢客氣嘅。呢個係禮崩樂壞，成個廉能政治係崩潰。唔好講而家冇普選啊！你睇下個政府，全部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狗屎垃圾一大堆，係嘛？行政會議成員你望下呢班契弟，羅范椒芬、張志剛、張震遠。到而家都唔拉佢，包庇佢，係咪？喂，呢個係商業犯罪嚟，呢條契弟啱唔啱啊？係咪？做到咁嘅位，係咪禮崩樂壞啊？英國佬時代呢啲係冇可能出現，尤其 ICAC 成立，70年代初 ICAC 成立就係英國佬先劏嗰啲英國人咧，大家記唔記得啊？反貪污中國拍係咪？佢知道呢個華人社會呢種貪污嘅傳統，呢種陋習係好難跟隨，你一定要有一個獨立，然後只有港督可以直接指使佢嘅一個咁嘅獨立嘅反貪組織，香港先至可以有機會出現呢個廉能政治。所以香港有咗 ICAC 之後，大家睇下係咪嗰個貪腐現象係非常之少？但係而家翻轉頭啊！你而家淨係睇許仕仁一個例子就知道個政務司司長嚟嘅大佬，呢個契弟係咪？所以廉能政治崩潰咗，新聞自由淪陷了，司法獨立又開始出現問題。小弟喺2011年7月1號帶住一班人遊行，我哋嗰陣時已經佔中啦，大佬喺金鐘道中銀對開，1000幾人坐咗喺度。
梗係冇而家咁多啦，而家咁多咪唔使拉咯，嗰陣時有咁多。到最後138個人被捕，小弟係第一被告，告10個，有6個咧就 bound over， 就告4個，我係首被告。非法集結罪名成立，組織非法集會罪名成立，參加非法集會罪名成立。跟住呢個法官杜浩成呢個契弟法官就判我坐監6個禮拜，緩刑14個月。邊有緩刑14個月咁零丁嘅咧？哦，原來跨越2個97唔俾我搞事，如果一出嚟一搞就會找你6個禮拜嘅數，幾撚毒啊！你話真係。我喺法庭自辯冇律師，講咗7日。我講足7日啦，你哋冇機會法庭聽，真係嘥晒，又唔可以播出嚟。講足7日啦，我喺法庭講到佢幾乎瞌眼瞓，又唔可以唔俾我講，因為我冇律師啊嘛。香港嘅司法制度就係你冇法律代表，你要講嘅時候幾長都要俾你講。拉爆佢！我就喺法庭打拉布，拉布拉上癮，結果佢火都嚟埋，又判我重罪。從來未有一個呢啲和平集會俾人告非法集結要判坐監嘅小弟第一個。打官司打到高等法院個法官話：你唔使坐監，罰你4800蚊。因為我4800蚊唔記得去交去通緝我，跟住我去差館交5000蚊擔保，第日上庭，結果我又冇去上庭，又通緝多一次。咁我打電話去司法部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瞓晏咗啦，晏晝你開庭啦，咁我晏晝去罰翻我4800蚊係咁多嘢啦。我咪同嗰啲佔中嘅人講，唔好成日行出嚟講，哎呀我坐監，啊李柱銘坐監，啊余若薇坐監，陳日君坐監，坐條毛啊！我做咗個版俾你睇啦，係咪？我咪罰4800啦，第日你咪罰4800啦，坐咩監啊？係嘛？嗱呢個司法制度，我哋做一個上訴嘅機制，都仲有得望下，係咪？如果連嗰啲高等法院法官都驚共產黨嘅，咁我真係洗淨個囉柚咯。所以個司法制度、司法獨立，亦都係出現問題。言論自由又不保。廉能政治又崩潰，仆街民主政治仲問下幾時有普選？點樣先為之真普選？普選有真假嘅咩？普選就普選，會有真普選、假普選嘅咧？普選只有2種，一種就係普選，一種就係共產黨嘅普選，係得2種嘅啫嘛。共產黨嘅普選就係佢要預知結果嘅 ，OK？ 我哋嘅普選就唔知結果嘅，就咁簡單嘅啫嘛。所以各位。今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5週年，係嘛？我哋先講第一項堅持社會主義道路，就已經係3個字叫揾笨柒啦，係咪？